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。咁啊，隨着股市咧不斷咁上升啦，而亦都係西貢區有2個新盤嘅推出，分別就係華茂嘅威山 Cove 啦，喺白沙灣區望晒全海景嘅臨海嘅別墅啦，同埋低密度豪宅。另外一個低密度豪宅咧，就位於喺西沙路由新鴻基嘅善樓啊 C 啦。2個大盤令到咧區裏邊咧嘅成交咧亦都進一步上升啦。而久違嘅一個高價成交啦，就喺我身後面呢一個非常之環境美麗嘅西貢半山興徑石村啦。一間單號屋，傳統嘅2100尺嘅3層高嘅村屋啦，成交價係高達3350萬㗎，樓齡仲要係46年咁高喎。咁點解會成交咁高價呢？咁其實因為佢本身坐擁咧有成差唔多4000尺嘅花園啦。望到開揚嘅山海景啊！咁大嘅花園面積，有埋自己嘅私家泳池，環境非常之優美，所以咧吸引咗咧一啲嘅區外客咧嚟購買嘅，所以都反映咗咧一啲優質嘅單位嚟講咧都唔憂捧場客㗎。好，咁同樣咧，我都介紹咧有3個咧好優質嘅靚單位俾大家。同樣一個位於喺興徑石村呢一度啦。一個單號嘅全棟2100尺嘅村屋啦，佢嘅花園仲大，有成5000尺添，亦都有私家嘅泳池，坐擁開揚嘅山海美景，望到成個康湖居嘅白沙灣海㗎，環境非常之優美。而家嘅叫價咧調低到去4000萬，而另一間咧就位於喺斬竹灣嘅一間臨海嘅全棟嘅村屋。佢仲係高樓底設計，1750尺嘅。而家咧叫價錢咧調低到2980萬，另外放租埋7萬蚊，有自己嘅私家泳池，望到咁靚嘅海景，室內咧仲會有西式嘅豪華裝修添。大家望到啲相係咪好吸引，好想嚟睇呢？係啦，就係要呢個 feel。第3間咧更加係我之前拍過片嘅一個西貢半山嘅南山村，一間咧就係2100尺嘅傳統嘅3層高嘅村屋啦，另外有700尺嘅天台，2個160尺嘅露台啦。而叫價方面嚟講咧，調低到去2080萬，但係擁有4000尺嘅花園、私家嘅泳池，仲可以泊到8部車添，係咪好筍？好想嚟睇睇呢？好啦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。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，我哋區裏邊咧已經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。3間嘅分行，分別就係呢個西沙路分行啦，鄰近呢個高柏，搭車過去只係2-3分鐘嘅步程㗎啫。另一間就係我哋西貢市中心分行，同埋我哋清水灣澳龍分行添。咁啊，相信我哋嘅資深同事咧，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好，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啊，拜拜。啲仔女都大晒啦，咁我都可以出返嚟做嘢啊！其實呢區我都好熟啊，我都應該得嘅。喺呢度做白紙呢都唔驚，會有人教你，仲唔使擔心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㗎。仲諗咩啊？我哋得，你都一定得。加入奇峰，展開2次人生。